我諗你諗一諗，兩個人，兩個都係58歲，住喺同一條街，食嘅嘢都差唔多，但係擺埋一齊，你一眼就睇得出佢哋唔係同一個狀態。第一個就係成日話累，膊頭啦嘅膝頭，唔知點解成日隱隱作痛啦，瞓極都唔夠，個腦成日蒙查查，做嘢冇晒心機。第二個差唔多年紀，但係行路都輕快啲，瞓得着，頭腦清晰，係啊，連皮膚都好啲嘛。你會忍唔住問一句：同樣年紀，點解爭咁遠？好多人第一個反應係命水，係基因好。咁但係呢，今集我想同你講啦，好多時兩個人之間隔住嘅係一樣睇唔到，又日日喺度發生緊嘅嘢。講呢件事嘅係一本好受歡迎嘅書，叫《Eat to Beat Disease》，中文就叫《逆轉疾病嘅科學食療》。作者 William Li 係一位喺哈佛受訓嘅醫生，佢一世人研究一樣嘢呢，滴食物啦，點樣可以做你身體嘅藥。講之前一句，我做嘅係讀書分享，唔係醫療建議。你有身體狀況，食緊藥，一切以你嘅醫生為準。今集呢，我唔會東拉西扯啦，乜都講兩句。我淨係想同你講清楚一樣嘢，一件解釋得返頭先兩個人差距嘅事。佢個名呢，叫慢性發炎，你可能已經聽過呢個詞。所以今集呢，我會做一樣好少人做嘅嘢，每一個數字呢，我都會同你講清楚係邊篇研究，實數係幾多，咁甚至邊篇研究曾經被撤回過。先講清楚，發炎唔係一件壞事，你割損隻手、撞親、感冒啊，嗰陣紅腫啊、熱啦、胃痛，其實係你身體嘅救火隊出動緊，救完火佢就收隊。呢種叫急性發炎，係好嘢。問題係另一種，作者話有一種發炎好細好靜，但係熄唔到，好似一個爐頭成日教到最細火，日日夜夜咁燒，你唔覺痛啊？唔紅唔腫，但係佢一直喺度燒緊你身體入邊啲嘢。咁所以要分得清楚，急性發炎係救火，救完就走；慢性發炎係嗰個熄唔到嘅細火。而最麻煩嘅地方係，正正因為佢唔痛，咁所以你成年，佢成10年啦，都唔知佢喺度。呢個唔係得作者一個人講。2019年一篇喺 Nature Medicine 嘅權威綜述，由一班研究老化嘅科學家寫，就指出啦，長期低度嘅發炎同好多老年病都拉得上關係嘅，心臟啊、血糖啦、腦咧都走唔甩吓，所以有人叫佢做萬病之源。你可以咁樣諗，你見到嘅病好似冰山露出水面嗰個，水面之下嗰一大嚿，好多時就係呢種你睇唔到嘅慢性發炎，唔係話佢係唯一嘅原因，但係好多病嘅底都有佢喺度。咁你可能會問，睇唔到，唔覺痛，咁點知自己有冇？其實有一啲驗血指標係可以反映到身體嘅發炎水平嘅。咁其中一個咧叫做 C 反應蛋白，係乜咧？有大型嘅研究發現咧，如果一個人咧呢個發炎指標長期偏高咧，佢將來出現心臟病、中風呢啲事嘅風險係會高啲嘅。不過要記住，研究講嘅係風險高啲啊，唔係一定會。仲有一樣要講清楚啦，呢個指標好唔專一，感染啊、受傷啦、其他發炎性疾病嘅，
一樣會令佢升，所以驗到高啦，唔等於就係慢性發炎，係驗到正常㗎，亦都唔代表冇事啦，唔可以用嚟排除病。驗唔驗？點解讀啦？要交翻俾你醫生啦。但係我諗你記住一個貼身啲嘅畫面，慢性發炎唔係一個空泛嘅名詞。研究呢度咧，發炎水平高嘅人比較多會覺得攰啦，關節唔舒服啦，個腦好似隔住一層霧。頭先第一個女士嗰個狀態，硬性發炎可能係其中一個因素。但係我要即刻講清楚，呢啲感覺唔係得發炎一種，會引起貧血啦、甲狀腺、血糖啊、更年期啊。咁我哋睡眠窒息症啊、情緒問題、藥物副作用啦，一樣會令你攰，令你嘅關節唔舒服啦。而且好多都醫得到嘅，但係要查清楚係乜先。咁所以千祈咧就唔好自己認咗數，話我只係發炎啦就唔理，要揾醫生查清楚。呢個就係反常識嘅地方。我哋成日以為唔痛就冇事，咁但係咧慢性發炎最叻啦，就係唔俾你痛。作者咧就形容咧，佢唔會即刻攞你命，而係慢慢咁磨。研究見到嘅係一個關聯啦。發炎指標高嘅人之後幾年嘅身體轉差嘅比例係高啲。作者形容呢種發炎咧，好似會周圍蔓延，血管、血糖啊、關節、大腦都可以受影響咯。而且係兩邊挨扯啦，血糖差、內臟脂肪多，一樣會餵大個火。係所以佢話一個病一個病咁醫。梗係要繼續醫啊，要同醫生。咁但係佢想你同時問多一句咧，個火苗係咪可以細返啲？係加多樣，唔係咪？講到呢度，你唔使驚，因為呢個火苗唔係完全控制唔到嘅，而控制佢最日常啊，你每日都掂到嘅一個掣，就係跟住落嚟要講嘅嘢。先答一個你心入邊可能有嘅問題，點解嘅人越大越容易有呢種慢性發炎？作者嘅講法係，我哋嘅免疫系統本來係個守衛，後生嗰陣有事先出動，冇事就靜。咁但係人到中年之後，咁呢個守衛好似有時會收唔到工，咁成日都輕微咁住，撳唔返落去。科學上個講法叫發炎老化啦，意思係發炎同老化咁會互相扯住對方，但係咧要講清楚令佢惡化嘅唔淨止係年齡咯，瞓得差、成日坐啊，加個長期壓力同埋食嘅嘢，樣樣都可以加把火啦。呢個反而係好消息，因為年齡你改唔到，但係後邊嗰幾樣呢，好多都喺你手上，你唔需要逆轉時間，你只需要唔好日日幫嗰個火苗加柴。咁研究啦，亦都見到啦，人越大，身體入邊某啲發炎指標平均係會慢慢升，而升得快嘅人之後呢，個身體轉差，行動力下降嘅風險亦都高啲，不過呢啲咧多數係觀察出嚟嘅關聯嘅，唔等於單一原因。呢點我要老實講咧。咁所以由呢一刻開始咧，我諗咧你換一個諗法，唔好淨係問我幾多歲，問多一句啦，我今日喺度撳細個火，定係喺度加大佢？去到最重要嗰一層，作者話咧。喺所有影響發炎嘅嘢入邊，有一樣係你一日三餐、日日都喺度做嘅決定啦，就係你放咗啲乜入口。先講會加大火嗰邊，咁作者咧就話
好多研究都見到大量嘅糖啦、煎炸嘢啊，同埋超加工食物係比較容易同高嘅發炎水平拉得上關係。至於白飯、白麵包呢啲精製澱粉啦，研究就冇咁一致。比較穩陣嘅講法係換部分，因為例如咧，白飯換一半糙米啦，或者係豆啦，唔係叫你唔食飯啊，飯食得太少，肌肉同埋氣力咧反而蝕啦。呢度即刻補一句，如果你食緊糖尿藥或者打緊胰島素，減澱粉之前一定要問醫生啦，唔係會低血糖。呢度我要停一停，解釋乜嘢叫超加工食物。簡單講啦，就係嗰啲一袋袋、一盒盒、成張配料表你都唔識讀嘅嘢，唔係話食一次就出事，而係當佢變咗你日日嘅主食，先至係問題。考你一條，邊樣同慢性發炎關係最大？A. 一個禮拜食一次炸雞。B. 每日都飲汽水，當零食做正餐。C. 偶爾食一次雪糕。答案係 B， 關鍵從來唔係一次，係日日。俾個數字你，咁2019年啦，一篇刊喺 BMJ 嘅研究，追蹤咗差唔多2萬個人啦，佢發現每日每多食一份超加工食物，整體死亡風險平均高咗大約1%，不過個底數本身唔大，成2萬人跟足10年，真正過身嘅係300幾個，咁所以高1%咧係喺一個好細嘅風險上面加，唔係話100個人就多咗18個，但係咧要老實講咧，呢個係觀察性研究，睇到嘅係關聯，唔可以話一定係因果。咁而講返可以壓細個火嗰邊啦，作者話另一組食物就相反，比較多同低發炎連埋一齊，五顏六色嘅蔬菜生果、全穀啦、柚啦、深海魚嗰種好脂肪、橄欖油啦，仲有唔少香料。你唔使背一張長長嘅清單，作者個大原則好簡單啦，一半係彩色嘅菜為主，咁生果一日大約2份就夠，唔好用生果當菜，咁1/4咧係全穀或者豆，1/4係魚或者好嘅蛋白，而且咧呢1/4一般嚟講唔好減，人老咗蛋白質係要夠嘅。不過有一個例外咧，就如果你有腎病，蛋白質同鉀質嘅份量2樣咧都要跟翻你醫生或者營養師講啦，唔好自己加或者減啊。可能咧你會問，有冇一種真係有實驗撐嘅食法？有研究咗最多嘅、最出名嘅其中一種啦，係地中海飲食。西班牙做過一個大型隨機對照試驗，叫 Predim， 參加者有成7400幾個心血管高風險嘅長者。研究發現就同地中海飲食加多啲橄欖油同堅果嗰組之後咧，係嚴重嘅心血管事件啦，咪大約少咗30%。不過講返實數啦，大約每100個本身高風險嘅人，5年入邊咧由4個幾 case 啦，減到3個幾，30%啦，係相對嘅講法，聽落大過實際。仲有2件事要老實講，第一呢個研究睇嘅係心臟病同中風，唔係直接量度發炎嘅。植物咧點樣壓低發炎指標啊？目前多數係短期細規模嘅研究。第二，呢篇研究2013年出咗之後，因為抽籤嘅程序有問題被撤回過，2018年重新分析再發表，結論大致一樣，所以我哋俾佢 A 減啦，唔俾 A。咁另外咧要注意啦，嘅研究對象係本身高風險嘅人，唔一定人人都一樣。
所以真正反常識嘅地方喺呢度。抗炎唔係叫你去買一大堆保健品啊，買貴嘢，好多時反而係減一樣嘢，少一罐汽水，少一份日日食嘅超加工零食，個火苗已經細得返啦。所以今集嘅第一步好具體，唔使改晒成個餐單，你揀一樣，淨係一樣，你日日都食或者飲嘅超加工嘢啦，用一樣嘅原型食物換走佢，汽水啊，換返水或者茶啦，餅乾零食換返生果或者果仁。不過有幾樣要特別提啦，如果你食緊華法林一種舊式薄血藥，重點唔係唔食綠葉菜，係份量保持穩定嘅，唔好一時食好多，一時完全唔食。要同醫生講，如果你食嘅係新式薄血藥，綠葉菜就冇呢個問題，但係都問一問。不過魚油丸就唔同，無論邊種薄血藥呢，食魚油丸啦，之前都要問過醫生嘅。如果你有腎病，生果、豆、果仁呢啲鉀質高嘅嘢，份量一定要問過醫生或者營養師先加。咁另外呢，如果你食緊降血壓藥，藥名最後兩個字係普利或者沙坦嗰啲，或者食緊補鉀嗰類去水丸，譬如呢安體舒通，鉀質高嘅嘢突然食多咗，一樣要問過醫生。雞納鹽呢，其實係用鉀嚟代鹽嘅，所以呢都一樣要問過先好用。如果你食緊糖尿藥或者打緊胰島素呢，減澱粉之前呢，一定要問醫生，唔係會低血糖。另外要提一句就係，抗炎飲食係保養，唔係藥。如果你有食緊消炎藥或者類固醇，千祈唔好自己停，要問醫生。講咁多食，唔係話其他唔緊要。作者呢同好多研究都指，瞓得差，成日坐唔喐，長期壓力大，一樣會胃大過火。但係揀食物呢，做今集嘅主角係有原因嘅，因為佢係你一日之中點得最多、最容易喐到嘅一個掣。你一日瞓一次，但係食你一日至少揀3次，所以唔好一次過想改晒。你今晚喐一餐，換一樣嘢，已經係喺度撳晒個火細，但係日日做先至係真係喺度抗緊炎。講埋一樣好緊要嘅，慢性發炎咧，雖然多數靜，咁但係咧，有啲情況咧，你唔可以當佢只係發炎嘅，就咁算數，成幾個禮拜都好攰，冇晒精神，關節冇固腫，痛，好朝早起身，膊頭或者盤骨位硬晒，要成半個鐘以上先好返。咁夜晚呢，無啦啦瞓到一身汗嘅，無啦啦瘦咗，或者係持續低燒啦，大便帶血，或者黑色大便啊，或者大便習慣突然改變啦，行少少路就氣促，或者腳腫呢，呢兩樣唔好等啦，當日就要揾醫生睇。如果你50歲以上，仲有一樣一定要記住。新出現嘅劇烈頭痛，摸落太陽穴嗰邊痛，或者咬嘢個腮位痛甚至有一陣睇唔到嘢，呢個要即刻睇醫生嘅，唔可以等。頭先講嗰啲可能係身體出緊事嘅信號，例如自身免疫或者其他病啦，唔好自己斷症，要去睇醫生。仲有，咁如果你本身有長期病或者食緊藥，特別係補鉀去水丸啦，譬如安體舒通啦，或者用緊低鈉鹽啦，要大改飲食之前，問一問你嘅醫生或者營養師，特別係腎病，蛋白質同埋鉀質兩樣份量都要睇住。好，執返一次。第一，慢性發炎係一團熄唔到嘅細火。第二呢，唔痛唔等於冇事啦。第三，
年齡加生活啦，會加大把火呢。第四，你餐餐食緊乜？就係你最日常啦，最撳得到嗰個掣。你有冇留意到今集由頭到尾冇叫你買過一樣嘢？抗而唔係一場消費，係喺你已經日日做緊嘅選擇入邊，輕輕撥細一啲。如果今集你淨係記得一樣嘢，我諗你記住呢樣啊，今晚揀一樣你日日都食嘅超加工嘢，換返一樣嘅原型食物。3、2、1，由今晚開始。因為老化同埋發炎呢，都唔係一日之間搞出嚟嘅，係好多好細嘅選擇，日日累積。好消息係同一個道理呢，由今日開始少加啲柴，都係一餐一餐咁計，唔係話可以倒返轉時間，係話今日之後嗰條路你係有得揀嘅。如果呢集有幫到你，訂閱一下，開埋個鐘。下集出嗰陣揾得返。身邊如果有人成日話自己成日話累，周身唔聚財，又話人老咗就係咁，share 呢集俾佢。下集我哋會再拆解多本好書。最後要講清楚一句，今集講嘅全部係書入邊嘅內容同研究，唔係醫療建議。如果你有任何身體狀況，或者正喺度食緊藥，請你同你嘅醫生傾，唔好用一本書去取代一個醫生。多謝你睇到呢度，我哋下集見。